拳術就係為咗攻防同埋強身健體呢兩個作用嚟練。你練技擊，你必須有個方法入手，並唔係話係帶起護具打得多個反應就好啊！呢個係學唔到嘅，你冇技術只係好似鬥狗一樣。所以我哋先修課程就係一個技擊課程，因為拳法係由技擊開始嘅。我打你，你擋我；你打我，我擋你，而產生一個接觸點，呢個叫做橋過橋。拳本來就係戰鬥嘅技術，我哋必須要練拳學拳嘅時候，能夠將呢個本來嘅意義傳承落嚟。點解叫連山拳學會嘅來由係點樣呢？既然我哋認為拳術係中國文化一個重要嘅部分，我哋中國文化以而家大部分嚟計，嗰個淵源都係嚟自易經。但係而家流行嘅易經係周文王寫嘅周易，但係原始嘅易經唔係叫周易，叫做連山同埋歸藏易。所以我哋定連山係採取呢個觀念，希望將中國文化本來嘅嘢發掘翻出嚟，同埋普及傳承落去。你咁多種拳追溯翻幾百年前個發展嘅源流，應該都係一個源流嚟，就係喺戰場上遺留到今日。咁既然係咁，佢應該有一個共通嘅道理。咁所以我就本住呢個觀念，20年前將我所見過、我練過、我認為我知道、認識嘅拳法，係整理佢嘅資料，睇下佢哋共通嘅道理喺邊。憶翻我幾時開始，係我喺9歲嘅時候開始。當其時我居住地方咧係喺香港嗰個九龍城寨嘅地方。16歲開始遇到呢位黃瑞芬師傅，當其時我跟佢學拳咧，我就問咗佢一個問題，我話師傅，係你呢個拳係咩拳嚟啊？咩門派啊？佢話冇門派嘅拳術，你學唔學？個課程咧又叫做戰術課程。咁我就好奇怪，冇門派，咁你個拳係點嚟咧？咁佢就解釋俾我聽，拳術就係為咗攻防同埋強身健體呢兩個作用嚟練，咩拳派都係一樣。咁應該就係你個鍛鍊方法合唔合理，合唔合理喺戰鬥上嘅作用，合唔合理喺強身健體上嘅作用。咁呢個戰術課程咧，佢係訓練一啲類似散手或者單招，但係每一個散手同單招咧之間係可以串聯嘅，但係串聯個方式就係一攻防嘅道理，就唔係好似舞蹈咁編排邊下到邊下，係要及乎攻防個道理而產生下一個動作。但係學戰術課程之餘，亦都會教一啲套路嘅動作，作為一個資料嘅參考。啲戰士喺戰場上打鬥成功，即係有用，係擊敗咗敵人，而翻嚟咧嗰個動作佢哋會記得，或者係互相傳授。咁到最後慶功啊之類啊，係出嚟表演你點樣打贏人㗎咁佢哋就以一種舞蹈嘅方式嚟到去表演。咁呢種舞蹈咧就係最早期嘅拳套啦，套路啦。你練技擊，你必須有個方法入手，並唔係話係兩個人打下啦，帶起護具打得多個反應就好啊！呢個係學唔到嘅，你冇技術，只係好似鬥狗一樣。咁所以我哋採取嘅方式嘅方向係要用一個技術嘅層面。咁所謂拳路，你個拳路你明唔明？以我哋所認識嘅拳法，你任何拳都會產生接觸，一隻手伸出去，你打我，我擋你；我打你，你擋我，你產生一個接觸點。
咁呢個接觸點嘅變化就係拳嘅技術。咁到1988年，我係睇到廣告，有2位師傅喺北京嚟香港係開班，教一個叫做意拳。個功練習方法以站樁企喺度唔喐，類似氣功咁樣嘅練習為主嘅。咁我就認為練氣功點會打得嘅咧？咁就好好奇上去睇下。但係見到佢哋練都係企喺度練氣咁樣，企喺度唔喐嘅。嗰位姚師傅喺北京嚟嘅咧，我後來知道佢就係叫姚成榮師傅。我就問佢呢個情況，我話點用㗎？咁佢話解釋俾我聽，咁樣練出嚟咧，只要掂到你一發力，你就向後離地褪出去，飛出去幾步遠起碼。我當然唔相信，我以為係騙子呃人，我就要求試下得唔得？咁呢位姚成榮師傅咧，佢話冇問題。咁我同佢一擺好個對手嘅裝手，我都睇唔到佢點出手，我就向後飛出去。我就爬翻起身，問嗰位姚師傅可唔可以試多一次？嗰位姚師傅就笑啦，可以。今次我就碌大雙眼睇佢，然後佢就隻手喺我心口輕輕拍咗一下，我就飛咗出去。咁所以即場我就交學費，我就要求加入去訓練。但係當其時佢哋就已經話冇位啦，企滿晒，真係企滿晒人。我冇問題，我交學費，我企喺度旁聽睇你哋練。就係咁樣開始接觸呢一門功夫。由佢哋返咗北京嘅第2年開始，我就每一年起碼去1-2次北京，係跟佢哋學呢個意拳。前後我學足10年，先至掌握咗呢門功夫嘅訓練方法，同埋做到比較標準嘅效果。咁學咗意拳10年之後咧，我萌生一個念頭，就係意拳練出嚟嘅爆炸力好強，而我之前跟黃瑞芬師傅學個戰術嘅道理好周全，我就有一個念頭，就希望想將意拳嘅爆炸力放落去戰術嘅訓練裏邊，咪應該相得益彰咯。就係咁樣嘅觀念開始，我喺香港設立咗一個拳術會，俗稱武館。就開始係招生教人，然之後自己喺度整理咁樣嘅課程。其實可以講係當其時利用教授拳術嘅方式嚟到去整理呢2個功夫嘅融合點。所以我哋連山拳學會嘅課程，先修課程就係一個技擊課程，因為拳法係由技擊開始嘅。我哋點解一定戰術課程為一個先修課程，亦都係因為拳本來就係戰鬥嘅技術，我哋必須要練拳學拳嘅時候，能夠將呢個本來嘅意義傳承落嚟。咁呢個初級基礎嘅技擊課程就係呢個拳法共通嘅道理。我哋希望以後啲人有興趣練拳嘅，通過呢一個入門嘅方法，擁有一個通用嘅拳法嘅基礎，到時候你再選修任何一門你認為有興趣嘅拳，去深入去發展研究佢同埋練習，就應該有一個好好嘅基礎啦。黃瑞芬師傅介紹我去青島跟一個螳螂拳嘅老師，當其時已經80歲。當其時去嘅目的係學螳螂嘅劍法。咁但係學螳螂嘅劍法之後咧，呢位孫老師孫德龍老師，佢就對於我哋嘅反應咧係相當熱烈。咁係好有心去傳播佢哋呢一門嘅功夫俾我哋。咁所以後來我哋亦都係好高興，好多謝佢肯教我哋。喺呢幾年裏邊，呢10年8年咧，亦都係成日來往。呢個孫德龍老師亦都嚟我哋嘅武館教我哋係掌握咗一啲拳法同埋佢哋兵器刀槍劍棍。咁喺我哋嘅武館亦都設立一個螳螂拳嘅課程傳授落去。咁喺呢段期間裏邊咧，我遇到一個奇遇，就係因為黃瑞芬師傅咧係同我哋有一路有來往咧，
喺呢段期間，佢教過我哋阮岐山嘅詠春拳嘅系統。咁但係呢個阮岐山嘅詠春拳，我哋學咗之後，我去搜尋資料，佢應該有兩兄弟嘅，佢仲有個哥叫阮濟雲，當其時應該係同名同期嘅時候咧，都係咁有名，甚至乎呢個阮濟雲先生仲係個名好傳奇嘅添。就話佢後來咧係去咗移民咗越南，但係我搜唔到佢喺中國嘅傳人。通過係海外嘅網站搜到，原來佢喺越南好多傳人。咁我就通過可以講係迂迴曲折，因為我唔識越南文，我打電話過去，佢哋唔識講英文同埋中文，我哋溝通唔到。而呢位師傅又係姓阮嘅，叫阮南永師傅，佢又肯教我哋，即係我哋傾得埋，大家志趣相投。佢對發展武術佢又好有理想，咁所以咁多年嚟我哋來往，就學咗佢哋嘅阮濟雲嘅拳法嘅訓練系統，亦都喺我哋拳會裏邊設立一個課程去發展落去。你學一個拳術，傳統嚟講或者學10年大成。你而家嘅年代人，你聽到一要學10年你先學得到嘅嘢，佢唔會去學，或者大部分人唔願意投資呢個時間，究竟得唔得都未知。所以我哋入手嘅，而家我哋主張係以比較簡練、精簡嘅方法入手。你練一堂，你會用嗰個用處同個道理，你會容易明，一睇明同埋容易練嘅，你先至會有可能去嘗試。咁所以我哋嘅觀念係咁樣樣。咁直到今日，我哋連山拳學會咧，就係呢幾位師傅，我哋跟佢哋學嘅拳，而係設立咗。雖然我哋嘅戰術訓練課程係我哋嘅主軸，但係我哋如果保留呢4個師傅嘅拳法嘅資料嘅套路，作為一個資料傳播。係俾有興趣嘅人自己去選修。少林嘅拳法就係黃瑞芬師傅傳落嚟嘅少林嘅黑虎門拳法，同埋係屬於武當嘅內家拳法，亦都係黃瑞芬師傅傳嘅技擊13世，同埋義拳係北京姚成榮、姚成剛師傅傳嘅義拳，係嚟自佢父親姚宗芬先生所傳落嚟嘅義拳嘅訓練系統。跟住就係黃瑞芬師傅傳嘅阮岐山詠春拳，同埋山東青島孫德龍老師傳嘅國家太極梅花螳螂拳，同埋係越南河內阮南永師傅傳嘅阮濟雲吳家武館詠春拳。你通過呢個先修基礎課程掌握咗之後，熟練咗，你可以通過呢個技巧嘅訓練，去再變化其他嘅6門課程。嗰個技術可以融入去呢度去應用嘅。你練咗呢一個，再練第二種拳，呢個又冇用嘅，咁呢個就唔合邏輯。學一門技術，你必須係能夠每學你係越豐富，每學多啲，你係越精練、越精到嘅技術，越純熟、越巧妙嘅，咁先至合乎學一門技術嘅邏輯。南拳嚟講，有所謂橋來橋上過嘅意思，就係我打你，你擋我；你打我，我擋你，而產生一個接觸點，呢個叫做橋，過橋。我行去你嗰度，或者你行嚟我呢度，係要過呢一道橋，所謂橋來要橋上過。咁啊，譬如簡單講，少林拳，可以個少林拳係以五形拳、龍蛇虎豹學為一個係代表性嘅技巧。咁呢個穿尋橋，你喺個穿尋橋裏邊一調轉，呢一個係龍形嘅水浪拋錘。啊，穿尋橋裏邊一扣，呢個炮形嘅逼打錘。啊，喺呢個係內外連嘅動作裏邊，虎爪，呢一個係虎形拳。啊，喺呢個係動作基本動作裏邊，蛇形。
全部係可以喺呢一啲動作裏邊衍生出嚟嘅技巧，啊包括內家拳嘅所謂係13勢、行李親按、採挒肘靠，都係喺呢個動作裏邊，虎抱頭、順天陽、拱天掌、朝陽手，呢啲全部係喺呢個技巧、基本技巧裏面衍生出嚟嘅打法，全部係可以，所以係由呢個基礎入手就發展出去其他嘅，包括意拳、平推刺力、下發力、側發力、直拳、轉拳、再拳，通通係可以喺呢度做出嚟，喺呢個衍生出嚟、變化出嚟。咁所以呢個技擊課程嘅先修課程係我哋訂立落嚟嘅基礎技術先修課程，就係呢個原因。咁喺個攻防練習，當然我哋會有基本功，會有對練嘅方法。對練係你明白呢個應用嘅道理。基本功就係練強化自己嘅身體，點樣練能夠強化自己嘅身體嘅道理，係作為一個基礎嘅課程，令到你第一堂你就會明咗個道理。但係當然練都要靠你自己啦。咁呢個係一個簡練嘅方法，但係我哋係能夠通過呢個簡練嘅方法，呢個穿尋橋內外練，係接上去我哋6個課程，都能夠從呢個我哋稱之為裝手呢個基本嘅動作裏邊，去變化出呢6個課程嘅技術。咁我哋連山拳學會既然有咁多個課程，我哋嘅基本功係點練呢？嗰個概念咧就係喺外家拳同內家拳呢度，而且你太多，你亦都唔可能日日去練。所謂基本功就係你日日需要練，成日要練嘅，咁先係能夠所謂出功夫。朝早起身就練㗎啦，夜晚臨瞓就練啦，所謂晨操晚練。你好似流行社會，而家商業社會酒色財氣，你乜都齊，你點樣可以練功呢？你點能夠強身健體呢？你對嗰個技術點能夠去精通呢？你要成為一個武術家，成為一個教練，你必須要向住成為一個武術家嘅生活方式去做。你一得閒業餘就練，我本身都係業餘嘅，我唔係專業嘅。我有正身嘅工作，工作之餘業餘嚟到去從事呢種活動，我可以做到咁樣嘅標準。所以我認為業餘嘅人，只要你訂立一個目標，想做呢樣嘢，必定可以做到嘅，係時間嘅問題。喺我學拳幾十年同埋教拳幾十年裏邊，係經常會思考一個問題，因為傳統武術大部分嘅傳統觀念，例如承先啟後、尊師重道，甚至乎呢，有人講呢，你學邊個師傅嘅功夫，你只要改一個動作，你都係唔得尊師重道。但係呢個喺尊師重道嘅層面，尊重前輩係應該嘅。但係如果喺研究學術方面，呢個我認為係唔應該嘅，因為技術一定不斷進步，不斷去改善。當然，你改善嘅之前，你有冇咁嘅資格嚟到去談改善呢個問題，係一個問題。但係我哋個目的係咁樣樣。我記得我10幾歲嘅時候，跟黃瑞芬師傅學拳，曾經佢同我講過一番咁樣嘅言論。佢話：我哋練武學武係為咗功夫，為咗武術，唔係為咗邊一個門派、邊一個人。但係當然，如果係為咗個人嘅得失利益嚟到去否定邊啲嘢、承認邊啲嘢，呢個就係一種利害關係，唔係做學問。我哋應該本住係研究學問、做學問嘅態度，去不斷改良、不斷改善、不斷提升。咁中國武術甚至乎任何個學問都應該係咁，先至會代代進步，否則嘅話係一代不如一代。今日中國武術有好多呢啲情況，亦都係因為呢個問題。咁喺呢度，我認為我哋做該做嘅嘢。至於認為我哋係唔守規矩，或者係唔夠尊師重道嘅，希望我哋原諒我哋為咗咁嘅目的。
亦都係指教我哋點樣做得更好。呢個係我衷心之言。要做到個系統出嚟，呢種咧個系統可以練得到出嚟嘅，仲要唔使練100幾人，呢個先至叫成功。如果做唔到呢樣嘢嘅，我就辜負咗我都幾辛苦到一般都有咗。我話你呢班人收咗之後，係因為練武而中醫收咗係，係。做健中醫。咁因為練武而練武咧，冇一個標準嘅。相氣。